真没有想到，这竟是皇额娘设计的一个毒案。皇额娘和皇贵妃竟然想到一块儿去了，都想要德妃的命。哎呀，这件事情真的是太可怕了，难怪你会吓成这样。太吓人了，娘娘！后宫还查分了天，太后娘娘还亲自审问董小宛，亲查此案，这可是天案呀！这依奴婢看，不必娘娘们动手，董小宛的性命定是难保。我看现在皇上也保不住董小宛的命了。原来这是皇额娘亲自设计的天案。天哪，这太难以让人置信了，这简直让人太匪夷所思了。是啊，我也觉得很吓人。昨天晚上我一直在想这件事，整夜未眠。要不是昨天晚上时辰太晚，我早就赶过来告诉姐姐了。妹妹，姐姐告诉过你，姐姐一直就想成为像皇额娘那样的人，神威莫测，风云尽长。瞧瞧皇额娘做的这事儿，谁又能想到，谁又敢想啊？要说论这智谋手腕，天底下能跟皇额娘比的人，我看只有姐姐你了。贤妃，如今已经知道这皇额娘也想取董小宛的性命，咱们就可以放手干了。姐姐你又有计划了？计划早就有了，就是想再慎重一些。如今已经知道了皇额娘的意图，那咱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实施了。咱们和皇额娘之间也是不可以互通生气的。姐姐英明，这样董小宛若是死了，那也是一个无法勘破的死案，连皇上也无可奈何。对了，贤妃，那个灵儿，你将她处理了吧，越快越好。姐姐，灵儿不是你的人吗？而且她现在也跟此事无关了。她窥探了太后娘娘的天机，那就是潜在的危险，绝对不能留下活口。哎，小顺子，你快来看呀！快，你看，啊，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有人淹死了！哎，你看，这是谁呀？是啊。什么？扣扣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毒案啊，毒案啊，殷大人，这有人想杀人灭口啊！有意思，扣扣竟然想的跟我一样。扣扣，柳二云离开宫的时候留下了字条，说这件事情是他做的。哎呀，殷大人，亏你还是皇上的侍卫统领呢，你就真的相信这毒案是柳二云做的？我是不相信，姐姐也不相信，是吧？怎么，娘娘也不相信？英格尔，我和扣扣这2天一直在想这件事，我总觉得这件事有蹊跷。你说这柳二云跑便跑了吧，她为什么还要留下字条呢？这件事思来想去，总觉得有让人无法理解的感觉。对了，娘娘，您觉得尸本毒案真是柳二云做的？因为柳二云干了另一件大事，如此，那柳二云应该不会设计害我。你有所怀疑，我也不太相信是柳二云干的。怎么，你想让哀家放你出宫成家过日子？太后娘娘，奴婢恳请太后娘娘恩准，放奴婢出宫过普通的小日子。婉儿，是不是灵儿的死让你受了什么刺激，害怕了，所以想出宫啊？没有，奴婢是太后娘娘的侍女，所做之事也都是奉太后娘娘的旨意，奴婢并不害怕，只是奴婢心里总觉得对不住德妃娘娘。这个德妃看不出来，还真是有德有能。哀家派你去监视她，你反而成为她的人。奴婢不敢，奴婢是太后娘娘的人，奴婢只是觉得德妃娘娘她是一个少见的好人。好了，我们不说德妃了，你起来吧。
奴婢多谢太后娘娘。婉儿，你如何能确定灵儿她看见了你拿着诗本从德妃的睡房进入书房了？奴婢回太后娘娘的话，原来奴婢不信，但如今灵儿死了，奴婢猛然忆起这件事。当时奴婢放好诗本之后，为了以防万一有人从门缝里看见了什么，便迅速从德妃娘娘的睡房里出来，想看看是否有什么人在书房外面。这个时候，奴婢在书房外看见了灵儿她离去的背影。若这么说，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。灵儿在出了钟粹宫之后，将此事报于她主子了，这个就是她的死因。灵儿是被灭口的。是灵儿看见奴婢在害德妃娘娘，又不是灵儿在作案，为何有人要杀她灭口呢？灭口的人兴许怕灵儿不小心泄露了这个机密会给她带来麻烦，但这个理由还不足够。还有种可能，这个灵儿也是受了某人之命要害德妃，所以灵儿必死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便说得通了。娘娘，蓉儿来了，奴婢给娘娘请安。免礼吧。我听扣扣说你有话要对我说，什么事啊？娘娘，奴婢能够单独与娘娘说这事儿吗？扣扣啊，你先到门外守着，别让任何人进来。是。婉儿，你不需要有压力，你做的这些事都是哀家让你做的，就算皇帝知道了，也不会对你有任何惩罚，你更加不会是灵儿的命运。奴婢多谢太后娘娘，奴婢的命运任凭太后娘娘处置。婉儿，哀家身边的侍女和公公，只要没犯过大错的，都会宽仁以待。你还是有功的侍女，理应得到奖赏。只不过你身上有秘密，哀家暂时还不能放你出宫，就过2年再说吧。到时候哀家就会让敬事房帮你找一户好人家，让你过上好日子。奴婢叩谢太后娘娘天恩。你说什么？灵儿看见婉儿正在下毒？哦，你是疯了吗？婉儿可是太后娘娘派来的人，你怎么怀疑是婉儿下的毒？这简直就是胡思乱想吗？娘娘别急，先听奴婢将话说完吧。奴婢在宫中多年，服侍过从前的皇后娘娘，奴婢深知后宫的凶险。后宫的每个主子都会在暗地里收买人替自己做事。这个婉儿，想必一定是被后宫的某个主子收买了。婉儿利用可以自由出入娘娘睡房的方便，便不动声色地将这个案子给做了。灵儿看见婉儿作案之后，出了钟粹宫，便告诉了她的主子。宫里人都知道，灵儿的主子便是娴妃娘娘，而如今娴妃娘娘是皇贵妃娘娘的人，收买婉儿的人肯定就是这2位娘娘。娴妃娘娘见灵儿已知情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便杀了她。蓉儿，你很聪明，你的分析也很有道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灵儿和婉儿都在为后宫的同一位主子做事，但他们彼此不知道对方。可是这毒诗本一案，婉儿作案更有优势，所以没有让灵儿动手。但是碰巧灵儿看见这一幕，以为是太后娘娘指使，灵儿便告诉了她的主子，结果便被她的主子灭了口。娘娘慧明，事情肯定就是如此。奴婢今天斗胆将这件事情告诉娘娘，是想让娘娘明白其中的底细，合适的时候可以告诉皇上和太后娘娘，如此便可以揪出这后宫中想谋害娘娘的人了。蓉儿，本宫多谢你的好心，可是我想叮嘱你一句，今日
你对我所说的话，不要再跟任何一个人说。这后宫凶险万分，千万别给自己惹来什么灾祸，你知道吗？奴婢请娘娘放心，奴婢深知后宫的凶险，如今奴婢将这些话告诉了娘娘，往后便全都烂在肚子里了。今日之事，多谢了，你先回去忙别的事吧。谢娘娘。婉儿也是得到太后娘娘的一点信任，婉儿敢说，多少是了解太后娘娘的。娘娘，婉儿方才说的是真正得到太后娘娘的心，娘娘也只有真正得到太后娘娘的心，娘娘在这后宫才是安全的，那些看不惯娘娘的主子们才不敢对娘娘有所妄动。姐姐，吃点点心吧。姐姐在想什么呀？刚才那个蓉儿跟姐姐说什么了？姐姐也不告诉 Coco。姐姐，Coco，来，坐吧。姐姐有话要跟你说。Coco， 姐姐要告诉你一件事，而且这件事你不能对任何人提起，就算英格尔，也绝不能漏一个字，否则会给姐姐惹来杀身之祸，你明白吗？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姐姐竟然说得如此严重可怕呀！本来这事，我应该连你都不说，可是姐姐心里面憋得实在难受。这宫里面，除了你，姐姐再也没有什么可说话的人了。所以姐姐只能跟你说，姐姐，出了再大的事儿，Coco都跟姐姐在一起。再说，姐姐不还有皇上保护吗？姐姐怕什么？这事绝不能让皇上知道。Coco，你知道吗？给世本下毒的是婉儿。是婉儿奉了太后娘娘的旨意，在我的诗本里下了毒。这怎么可能啊？姐姐是如何得知的？是蓉儿告诉姐姐的吗？是蓉儿亲眼看见婉儿下毒了？蓉儿并没有看见婉儿下毒，但是从她的描述上看，我已断定此事是婉儿所为。姐姐现在才明白，为什么婉儿离开之时要对姐姐说那样的话。看来婉儿是真心为姐姐好啊，所以才好心的提醒姐姐要小心。Coco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婉儿对姐姐说那些话的时候，姐姐也有所怀疑，但压根儿不敢往那想啊。如今灵儿溺亡之后，姐姐心中就更加的疑惑。刚才听了蓉儿的话，姐姐才真的明白，太后娘娘是下了狠手。她不仅想把姐姐赶出宫去，她更是想要姐姐的命啊！
娘娘，明日拿旗就要出宫了，娘娘还有什么话要带给简亲王吗？也没什么话了，你就把后宫这2日发生的事儿告诉简亲王就行。尤其是太后让婉儿下毒一事，一定要详细的告诉他。好的，娘娘。娘娘，那琪有件事想求您，可又不太好启齿。那琪，你为本宫做了这么多精美的衣服，又是本宫跟简亲王之间的信使，只要本宫能帮你的，一定帮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还是我和王爷的事。那琪听从娘娘的嘱咐，未向王爷提过名分之事。可最近我额娘阿玛说我年纪不小了，也该嫁人了，说是要给我物色个官位合适的子弟，可我又不能同他们说简亲王的事。你不是说简亲王已经答应纳你为第1侧福晋了吗？可王爷没给个准时候啊，王爷只说等朝廷的风浪过去了，便与老王爷和大福晋提。可我看这朝中的风浪是一浪接一浪，不知何时才能到头。娘娘，王爷最听您的话了，若娘娘能替那琪说句话。那琪，本宫明白了，这个忙本宫会帮你，也应该帮你。你就给简亲王带个话，告诉他，本宫希望他给你一个准确的日子，免得耽误你的终身大事。这个准日子，皇贵妃娘娘能对王爷说明是最好不过了。娘娘的话，王爷定会照办。那琪对娘娘将感激不尽。好，那你的事儿，本宫就替你做主了。这个日子就定在董小宛死掉之后吧。照本宫的计划，快则2个月，慢则3个月，这董小宛就该魂归江南了。你就将本宫这话带给简亲王，简亲王一定高兴照办。臣妾谢娘娘天恩。这臣妾2字，你还是留着以后再说吧。不过想来也快了，不会太久的。那琪多谢娘娘。Coco，你知道吗？姐姐自打进了宫里，所有姐姐认为重要的东西就都没有了。姐姐心中白首不离的爱情，以为本该是爱情结晶的孩子，也包括姐姐一向看重的自尊，都没有了。但我能接受，因为皇上对姐姐的爱，因为皇上值得我这么做。姐姐认为，这人心总会是软的吧？只要姐姐对太后娘娘真心实意的孝顺她，总有一天她会接纳姐姐的吧。可是姐姐想错了，要让太后娘娘接纳姐姐是不可能的事。姐姐是感觉手足无措了。姐姐，虽然皇上是她唯一的儿子，可是太后娘娘还是会以江山社稷为重。在她的眼中，皇上对姐姐用情越深，她就越认为会对江山社稷不利。在太后娘娘眼中，这江山社稷远比皇上对姐姐的儿女私情重要的多了。姐姐，Coco知道，姐姐才不稀罕当什么皇上的女人呢。
姐姐爱的只不过是那个在江南救你、疼你的黄公子。谁知道，竟然会跟什么江山社稷扯上关系呢？Coco， 现在说这些也没有用了。你说，太后娘娘的心那么大，她能够心怀整个天下苍生，那她没理由容不下姐姐一个弱女子，你说是不是？好像是啊。太后娘娘所做的一切，我相信都是为了皇上着想。就冲这一点，我就不能怨恨太后娘娘。太后娘娘就算是伤害了我，也都是为了心爱的儿子，母亲爱儿子的心，无论什么时候都能理解，是不是？姐姐，皇上，你在哪儿啊？皇上，你在哪儿？你们在哪儿啊？谁？皇额娘。董小宛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滚出宫去！听到没有？姐姐怎么了？Coco， 姐姐做噩梦了。是噩梦啊？没事儿，梦都是反的。Coco在呢，不怕啊。可是姐姐这个梦好可怕。姐姐梦到自己被关进一个黑屋子里，四处黑漆漆的，没有光，好不容易看到一点光，看到一个人的身影。姐姐走过去仔细一看，是太后娘娘。可是她对姐姐好凶，她好可怕呀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姐姐，你这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没事儿，梦都是反的，姐姐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儿，不怕的。可是Coco，你不知道，太后娘娘她对姐姐好凶啊，她的样子好可怕。姐姐，梦怎么能当真呢？一定是Coco白天把太后娘娘说的太恐怖，把姐姐给吓着了。姐姐别害怕，太后娘娘她能拿你怎么样啊？干嘛自己吓自己啊？姐姐，你就别再想太多了啊。Coco，姐姐现在好害怕。今天你陪姐姐一起睡吧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反正Coco好久都没跟姐姐一起睡了。姐姐，我好困，我刚才还在做美梦呢，就被姐姐打断了。我继续做我的美梦啦。皇额娘，打从德妃下毒案之后，臣妾们还是头一次来给皇额娘请安呢。是啊，德妃的毒案弄得我们后宫焦头烂额，
连皇额娘都跟着劳心劳力，真是受累了。索尔纳、贤妃，额娘得纠正你们一下，这个毒案应该叫钟粹宫毒案，不是叫德妃毒案。说起来，德妃也算是个受害者。皇额娘，这德妃的确是受了害，瞧她如今都还是一脸病容，还真是像做了什么亏心事。静妃，本宫不过是前几日不慎染了风寒，至今尚未完全恢复。静妃没看到冤案成真，恐怕很失望吧？瞧这德妃，如今这谱可大了，敢一个钉子一个眼的回敬人了。皇额娘，您可得管教管教。德妃，姐妹们对这件事评论几句，你不需要太介意。都知道这件事是天地会奸细干的，要扣也扣不到你身上。你这么恶言相向，反倒显得心虚，教养不足。是，皇额娘，臣妾失言了，臣妾不该跟静妃娘娘顶嘴。既然德妃都已经认错了，姐妹们以后也莫再提什么德妃毒案了。刚才皇额娘也说了，这件事情到现在只能说是钟粹宫毒案，德妃只是一个受害的可怜人。真是个可怜人呢。你们快看，德妃的脸现在还惨白惨白的，真不知道德妃这段时日是怎么熬过来的。唉，还是皇贵妃的话得体。大家就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过，也不要再因为这件事对德妃抱有成见。以后还是像从前那样相处相待。李公公，这要说德妃的钟粹宫啊，晦气太重了。你们瞧，刚从钟粹宫出来的那个侍女，才短短不到3日，便掉进湖里溺亡了。你死鬼最讨厌了，浑身湿淋淋的，这脸还被泡得死白死胖的，想想就恶心。哎呀，皇贵妃娘娘，你怎么突然提起这件事情呢？提起来我就好害怕呀。我一想那个侍女还服侍过我，每天给我端茶倒水，哎呀，一想起来我就吃不好饭，睡不好觉。哎呀，真是太晦气了！呸呸呸！贤妃，别再说了，怪吓人的。我胆儿大，我可不怕鬼。幸好那个灵儿没有被派到我宫里，否则这突然好端端的溺亡了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本宫派人把她推下湖去的呢。静妃，你这是话里有话呀。这个宫女是来过我的宫里，难不成还是我害死她的？我为何要害死她呀？贤妃，刘公公，属下不知是不是多疑了，这2天总觉得净室房有双眼睛在盯着属下。你不是多疑，本公公也觉得有双眼睛在盯着，不仅在净室房，就是本公公在宫中走的时候，远处也有一双眼睛在盯着。啊？连刘公公都被监视了？那会是谁下的令啊？英格尔派人监视你，你确定吗？太后娘娘，奴才肯定被人监视了。奴才这种感觉一向很准确，英格尔的侍卫一直跟着奴才，已经有好几日了。
皇帝究竟是怎么了？疑神疑鬼，移到了哀家的头上。皇上驾到！万岁爷，太后娘娘说要跟万岁爷单独说几句话，奴才就不进去了。好。什么？刘光才发现了？皇后娘，英格尔他就是想消除疑虑，所以一直缠着儿子，给他点时间让他查清楚。而且儿子当时也没觉得这是一个多大的事儿，所以就……你太惯英格尔了，监视刘光才这还是小事。儿子觉得这刘光才还真是厉害，他怎么就会发现那条尾巴呢？当初啊，儿子跟英格尔千叮咛万嘱咐，一定不可以让刘光才发现了，让皇娘知道了，给儿子丢脸。这个英格尔怎么这么笨呢？真是的！哼。皇帝，你说这件事的时候还在笑，这证明皇帝并不认为这件事有多么严重。皇帝，刘光才是哀家最信任的人，你派人监视刘光才，就等于监视额娘，你明白吗？皇后娘，您言重了，儿子怎么会监视皇后娘呢？儿子只是一时糊涂，放纵了英格尔，儿子马上下旨叫英格尔停止一切监视。皇帝，额娘对你如此严厉，是因为刘光才身担重任，不可以被打扰。有些事，额娘要告诉皇帝。毒案之事，额娘并不相信真的是天地会所为，所以让刘光才暗查真情，行刺洪承畴一事，皇帝与额娘议过，很可能是另有真凶。这件事，刘光才也在暗查。还有些事，额娘如今也告诉皇帝吧。总舵主，刘公公来了。总舵主安好，属下刘光才拜见总舵主。刘公公，快请起。谢总舵主。来，坐下来，咱们慢慢聊。啊，刘公公，李成贵兄弟禀报说，你在宫中已经受到怀疑。你着急要和我见面，想必是为了这事吧？总舵主英明，属下虽然仗着皇太后的信任，暂时并无危险，但是日子久了，就会有危险了。只要疑心一起，就会受到各方面的关注，这对属下和成贵兄弟的行动极为不利呀。你这个情况，我已经和宋堂主商议过了。刘公公待在宫中的日子，的确不能太长了。刘公公，总舵主正考虑在合适的时候采取行动，行刺那个鄂太后。正好刘公公来了，也好一起商议商议，什么时候行动为好啊？总舵主，宋堂主，以属下之见，当越快越好。哦，刘公公是不是怕暴露了？总舵主，现在还有一个情况你们不知道，董小宛已将自己的孩子打掉了。总舵主苦心策划的大计失败了。姐姐，这次去慈宁宫没受什么委屈吧？倒也没感觉什么委屈，只不过那日在慈宁宫花园，皇额娘的做法还真是让我寒心。她又当面斥责姐姐，后宫的那些妃子们便更加有恃无恐。姐姐一定要万分小心，后宫这些恶妻们要想下套，定会隐藏得极深。放心吧，我会小心的。
不过，我也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。灵珠和索尔纳曾经一度联手，想要一起对付我。好像现在他们感觉我对他们的威胁没想象中那么大。这下两人又掐上了。这两个人，狗咬狗，都不是好人。这要真说坏呀，索尔纳还没有那个灵珠坏。最坏最可怕的人，还是那个灵珠。姐姐是不是在想，争取和那个索尔纳化解敌对关系啊？姐姐还真有这个想法。倘若姐姐能和静妃娘娘成为朋友，这样一来，和她关系最要好的淑妃娘娘也就不再与我敌对了。姐姐现在在宫里有果真妹妹，还有童姐姐2个好姐妹。如果能将这2位娘娘的恨意化解了，想来皇额娘认为我是后宫红颜祸水的想法也会有所改变吧。总督主，既然让董小宛生下龙种的计划已经失败了，刘公公也有暴露的危险，属下赞同刘公公的想法，尽快的去解决鄂太后。本督主决定，尽快刺杀清宫太后。宋堂主，刘公公，咱们好好议一议，制定一个严密妥善的行动计划。姐姐，Coco昨天晚上梦见哥哥死了，把 Coco 吓得一翻身就醒了。Coco，你不要太担心了，这人呐，做梦也就是因为白天想的事情太多了，而且这梦通常都是反的。你一定是白天太过于思念、想念你哥哥，所以才会做这样的梦。英格尔去云南时，你不是也做噩梦吗？所以别太担心，你哥哥会没事的。姐姐，其实我也不太相信梦，可我实在太想念我哥哥了，我太想见到我哥哥了。姐姐，你说我哥哥到底在哪儿啊？好了，别担心，会没事的啊。今天，咱们8大堂主及2位副堂主都到齐了。诸位兄弟，明天下午，咱们天地会要干出一件惊天动地、千古留名的大事。总督主，刘公公那边不会出什么问题吧？刘公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其实，他只要把咱们带到御膳房，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。